真的嘞，真的要把那个管子弄好了哦。哦，辛苦，不好弄呢。对，不是，这里有时候那个柄跟反搞不清楚，不知道哪一边是反。哦。是靠的是从这边靠吧？是靠紧吧？我也搞不清，是这样子靠的。向右吧，一般都是向右手紧的。向右是紧，对不对？那会相反吗？真的是有蚂蚁那么多，哎呀，真麻烦呢。小众生，这种先规划规整规阿弥陀，这种先规划整规阿弥陀，这种先规划整规阿弥陀。都用那个纸哦，最好改成那个布了，会不会比较好？改成布啊，改成那个纸哈，最好是不要弄脏，因为有字啊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没布不好拿吗？布我们好像是旧衣服的布，好像旧衣服也可以的。旧衣服的布应该也可以。那个木头可不可以？木头也可以啊，就只要就是那个爱惜制纸啊，爱惜制纸的原因而已。好，知道了。以前我父亲也这样讲过哎。你有时候觉得这个。你们是大家族啊？我不是，我父亲都常常教我那个报纸不要乱扔呐。哎呦，小心会痒呢。是呀，我要擦药。赶快你先休息一下，处理一下蚂蚁。不要擦药。有它一叮一上就很痒，就痒得不得了。那红蚂蚁耶。我经常带的药在身上。你有带药吗？你有带药膏吗？也带。那个红蚂蚁真麻烦嘞。咬了就缠着就不放了。它一咬就痛啊。咬了会痛得很。来看要灌哪里，我来灌。又痛又痒的。那灌哪里来？那个。